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25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今年伫印尼举办的亚洲运动会，大家对着台湾选手的表现，应该印象拢真深。其中，咱台南市的代表也摕到1面金牌、8面铜牌好成绩。上午市长嘛代表市民公开颁发奖励金来表扬，希望因伫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当再创高峰。今年第一年亚洲运动会，台湾总共摕下17面金牌好成绩，第40个参赛国家当中排第7名。而其中，咱台南市栽培选手总共22位，嘛得到1面金牌、8面铜牌恭迎。上午大部分得奖的选手拢来到市府，由代理市长李梦燕以颁证台南之光的奖牌来亲自表扬，对5万到15万不等的奖金。总共借出57万5千块，为选手加油，希望因再创高峰。我想这些都是得奖的时候是光荣的一刻，但是呢，平常在阳光下所付出的汗水跟泪水，还有大家的坚持，为了这些练习所坚持的努力，我想这个是非常值得敬佩啊。那另外，我们市府也希望能够营造更适合大家在这边在这个运动一个成长的一个环境啊。那我想我们在运动的设施在相关的设施，在相关的组织部分，我们也都在议会的支持下，我们也不断的来提升。虽然选手欢喜接受表扬，不过其实咱伫当地设施顶面奖金等等福利，甲六都比较起来也是差真济。对此，体育总会理事长嘛积极替选手来请命。因为我们台南市的体育蛮热心的，但是我们的场地一定要再加强，像田径场已经用了几十年了，这个都要改进了。还有一些滑轮溜冰还有一些网球场可能我们都要加强。福利上面呢？福利我们一定要加强，因为6都来讲，我们的经费最少，体育处的人也最少，所以我有给他们要申请一个体育局，我希望有一个体育局，因为6都他们都有体育局了，不然这样人手不够。这样大家都很认真的提倡，但人手不够。不管是福利，或者是训练场地，甚至是优秀选手未来生涯规划，市长表示，因拢会整体考量来积极改善甲辅导。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宣扬社会上热心公益的善行，台南市好人好事代表协会今年也选出10位好人好事代表。9月22号，伫个罗港娱乐中心举办盛大表扬大会，市长李梦燕特别到场颁奖，表达敬佩甲恭喜。107年好人好事代表表扬大会，22号伫个罗港娱乐中心的大会厅来举办。代理市长李梦燕亲自前来，除了以颁发好人好事的奖牌，肯定因的善行义举以外，嘛表示因的善行义举心态虽然有无同款的方式，但同款拢值得所有的人做伙来学习。我想在座真的都是在各自的领域默默的付出，默默的耕耘，都非常值得我们的钦佩跟敬重。那我们也希望透过今天这个机会，我们来表扬各位的善行，各位的这个在岗位上的付出。我们希望能够发起这样的一个更多社会上的。因为这样的您的故事感动更多人来投入这个社会公益，投入这样好人好事的行列。民国91年正式成立立案的好人好事运动协会，每一档拢会举办好人好事表扬大会，至今也让真侪人幸善的故事会当表扬出去。成功并不是说你赢过多少人，应该说你帮助过多少人，所以我这边。要非常提起我们这10位好人好事代表，今天的获奖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也希望往后能够继续发挥我们的善行，行善不一定要等到功成名就，随时都可以。
像行善，它也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能力，也可以是金钱，也可以是时间。像推动好人好事运动也是一种善行。今年总共有10位好人好事的代表，因的善行被表扬。台南市好人好事代表协会嘛，希望会当更侪人看到因的故事，也因此来投入行善行列。台南新闻网志豪采访报道。民进党台南市长陈水扁黄伟哲伫台南运河边召开记者会，发表未来台南运河的观光政策。除了整体水环景观规划以外，嘛加入历史意象，要互游客体验今日府城历史的感动。位伫市中心的台南运河，对1926年完工以来，就一直伫这个城市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台南非常有指标性的地点。有关未来台南运河要如何做规划，台南市长候选人黄伟哲协同竞选总部发言人屈丽丽。上午就实地来到台南运河举办记者会，黄伟哲除了希望会当恢复运河的交通功能，也希望在整体观光规划之下，会当互来台南的观光客借由运河周边的景点，来感受台南的历史气氛。安平运河不是死水，但是它的水质够不够好？有时候经过太阳曝晒，还是有一些优氧化，还是会出现一些冰斗冰棒浮起来的这种状况，可见我们水质还是有些改善的空间到底这样子怎么改善？从了底泥运河的底泥，还有它的这个污水下水道的接管等等，这部分都是一棒接一棒，一步接一步一里接一里的把这个运河不仅是重现过去的荣光跟黄金岁月，希望能打造未来更好更灿烂的一个观光路线，也是对于台南这样子一个有历史底蕴的古都，它的一个重要的不管是都市发展或是观光游憩，都能有让运河能够带来新的生命。记者会当中，侪参与的市员以及市员参选人也提出真侪无同款的意见，包括重建并保留旧鱼市场，规划豪华艺文展演空间，定期来清理着河道的垃圾物等等，希望在大家拍拼之下，会当让台南运河变甲愈来愈好。台南新闻网志豪采访报道。民进党台南市南区安平区的议员候选人林树杰，22号正式成立竞选总部。出身基层，无政治的背景，算是一位政治素人。不过也因为这点，让大家感受到林树杰真正深深了解基层人民的心声，也因此受到真侪民众的认同甲支持。民进党台南市南区安平区市员候选人林树杰，在22号举办着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现场来了侪侪支持者，同时政治评论家于美美以及艺人吴敏拢前来助阵，声势相当的大。民进党台南市长候选人黄伟哲也亲自前来参与，拜托大家爱支持林树杰，有闲爱帮伊投邮票。中秋节的时阵，大家咧烘肉的时阵，伫厝内咧看电视的时阵，亲朋好友，咱咧今年是一外地回来的时阵，你甲讲哦，会记哩11月20爱甲树家投邮票，爱甲树家投转票，安尼你讲一句都加话有效的，所以为着要真诚恳，要甲大家拜托，伫接下9个礼拜，拢甲树家做总干事，拢甲树家做这个友。这个助选员，拢甲树家做总干事，互树家会当顺势当选，你讲好无？林树杰也表示，家己出身非常困苦，所以特别会当了解到基层老百姓辛苦。也表示家己参选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希望会当好好发展安平的观光鱼市场。树家这次要投入选举，人咧问讲你是安怎要选举？你是安怎要选议员？我伫渔港内底，咱过去伫安平，咱遮个乡亲时代大拢知。咱过去咱安平渔港，30年前的时阵，会当讲安平内底有300几只在地渔船。至目前，咱安平无半只渔船，而且咱安平渔港的生理一日一日的无好，饲草一日一日歹，市场一日一日的无人，这是其中之一。我有甲我的栽培，我这鱼港这长辈大家报告，
事业未来如果有机会、有权利，会当来改变着这渔港的时阵，事业啊一定要互这渔港成为蚵仔寮第二。虽然无任何政治的背景，但林树杰相信，以多年来伫咧基层的工作经验，一定会当做好市议员的角色，也毋望乡亲会当互伊一个机会，进入议会为民众来发声。台湾新闻综合报道。要看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置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了疏解民众停车的问题，特别是旧社区根本找无停车位。市府现主是伫东区原本八价主体所在，规划起机车的停车位，预计10月中旬会当完工。同时，佮争取16亿的前瞻经费，陆续规划立体佮地下停车场。东区大拿八价主体伫今年初拆除以后，除了互外界所讲的平民区加入历史，同时市府为了疏解东区的停车空间，嘛将这个所在规划成临时停车用地，到时将有134个汽车加116个机车位，大大突破原本旧社区找无停车的困难。目前工人正在赶工，希望10月中旬会当顺利完成。对此，市长李梦燕伫高雄局甲在地民代甲乡亲的见证，嘛亲自到场关心，向民众宣布一项好消息。今天很高兴来看大福里大德里这边的这个经过我们过去一个老旧的国宅，那么经过搬迁拆除之后，我们把它开辟成有134个汽车、116个机车的停车空间。那这个对将来，包括这里会有一个铁路地下化后会有一个林森站，我想将来通勤的人口的停车也有很大的帮助哈。那我们这几年在台南，我们从57000个停车格已经增加到11万，增加将近1倍。好，那其中最大的比例有1/5的停车格都在东区啊，所以可见东区确实是有很大的停车需求。那未来，我想我们还会再努力。市长进一步表示，除了开辟这片新的临时停车空间，市府嘛已经向中央争取16亿，要伫西门路健康路口、文化中心甲水平公园等所在进行立体甲地下停车空间的建设，希望有效解决民众停车问题。电视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台湾手表天团推动以美代金的政策，互乡客减少烧金，转做关米来做功德。为去年6月开始办理，到即卖已经累计捐出1万外包的爱心米。9月25号举办第10届的捐赠，将乡客所捐出来爱心送予东区区公所，用来关怀弱势家庭。台湾手表天团对去年推出的以美代金的爱心捐米活动。在短短时间内底，就已经举行了10届的捐赠仪式，捐出去的爱心米超过1万包。25号这天，天团阁将信众所汇捐的1400包的平安米捐予东区区公所，为着要表达对庙方以及信众的感谢，东区区长陈胜男、主笔陈景云率领着区公所所有一级主管到场来接下这份爱心。用受这个春分，然后回来的话，你说这一份就是我们天然所有地中的心意的哈。那所以说我们区公所这边，我代表我们中区的各界感谢天然，我们也会将这一份的善礼的话，会作为对那个
整市捐献中约1400包米，总共捐赠11482包善心与爱心，正在台南配给台湾。台湾首代台长表示，这10次所捐赠的爱心米都是由善心信众一点一点的捐起来的。有信众认为平安米带回维献的理念，因为捐赠的11包是在台湾的金先生母亲的名字是功德，已经去捐赠500包，无论包数多寡，都非常感谢这些善良的人，为了信众富裕天堂落实善心。台湾手表天团嘛表示，这10届所捐出去的爱心米，拢是由善心的信众一点一滴所回捐累积出来的。有信众因为认同着平安米代捐的理念，一捐就是过60包。对着信众的托付，天团也会落实善心，持续来推动这项爱心任务。台湾新闻综合报道。台南孔庙伫2016年受到美浓地震的影响，造成主建筑有部分受到损害，需要进行补强修复的工作。所以文化局将原本挂伫大圣殿的皇帝玉匾铁下，刷到电信宫文物馆，并且规划特展，要让民众近距离来欣赏这稀世珍宝。台南孔庙玉匾特展这届展出的内容是依照着清朝皇帝年号的顺序，分别是康熙万世师表、雍正声名未有、乾隆与天地参、嘉庆圣极大臣，这8位皇帝玉匾是目前保存了上界完整也上界良好的玉匾。其中上界有看头的，就是康熙的万世师表。民众即马只要前往到电信宫文物馆，就当近距离来欣赏到这寡文化典藏。台南孔庙，这个最近呢开始大修，因为大圣殿要修，所以就把8块这个清代各皇帝的玉匾呢全部卸下来，然后呢文化局就策划说，我们是不是在郑成功文物馆这个地方办一个展览，让大家都能够在近距离的来观赏这些匾。那这个对于我们这个社会大众跟学生来说的话，都很有教育意义的。这8块匾呢，主要是从康熙以下啊，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的同治、光绪，但是宣统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那个时候1895年啊，台湾已经接受日本统治了，所以最后那一个宣统就没有这个过来。台南孔庙玉匾特展将伫咧9月29号来登场，进行为期1档的展出。文化局也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前往参观，感受皇帝玉匾的文化吸引力。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为了让里民有一个甲往年无同款的欢乐中秋节，小东里场黄馆中特别规划第1届小东里中秋草地音乐会，现场除了有歌唱，阁有舞蹈的表演，吸引300多位里民到场同欢。小东里第1届的中秋草地音乐会，伫咧苏市的公园绿地顶头，看到凉爽的天气，台顶有美妙的歌声，也有精彩的舞蹈表演，让现场的气氛充满了温馨甲欢乐。小东里的里长黄冠忠用心规划了这届的中秋草地音乐会，活动的过程相当的成功，也受到济里民的好评。这个草地音乐会呢，已经办第3次了。前面2次是圣诞节，那我第1次办中秋节的音乐会。那因为天气的关系，当初也是蛮担心中秋节的气候比较多变。那非常老天眷顾我们小东里，给了我们很棒的天气。那我们今天下午呢，里民呢将近300多人，快500人呢来这里同欢。好，我们这地呢，这次非常感谢国际崇达社以及东光长老教会的协助，以及我的好朋友呢，永康国小鸡蛋糕，以及我们的那个隔壁的我们里的那个气球制作，来这边跟大家同乐。这次不同以往的音乐会纯听的话呢，基本上都有同乐的性质，所以这次呢大家玩得非常开心，希望明年能够大家一起再来。伫咧中秋草地音乐会活动的最后，嘛由国际崇他社东光长老教会带来趣味的带动跳，
小党里的里长黄冠中嘛伫咧现场甲里民做伙跳、做伙同欢，希望借由这届的草地音乐会，互小党里的里民之间感情变甲愈来愈好。台湾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节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6度到32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甲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9月25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